Hello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主要咧我就好感恩，因為今朝好耐冇落嚟公司，咁一落嚟公司就收到個 courier，咁我就諗下，咦，好似冇訂嘢喎，咁我就睇一睇，原來開咗，咁我就收到一盒嘢啦，咁原來有封信就係俾我嘅，咁我就睇一睇啦，咁上款啊高飛僱傭啦，咁內容咧大致就係一個感謝信嚟嘅。咁呢個客戶咧同我已經有7年㗎啦，7-8年嘅關係。咁早排咧個姐姐就入咗醫院，咁就屋企人佢屋企突然之間有腦炎、思覺失調。咁喺呢幾個月裏邊，因為你超過咗3年咧，佢個病假咧就有120日㗎啦。咁所以 touch wood 咧有120日咧多咗咧，而家入院咧，因為你入院啲睇醫生係400蚊嘅，床位又加咗嘅。咁原來大家了解到同客戶一齊傾偈咧，都了解到原來姐姐最高嘅上限咧係1萬蚊，即係話如果你入院啊超過1萬咧就政府㗎啦。咁除咗啲藥費啊嚇，咁而家佢係精神上嘅嘢，咁所以喺嗰個費用上咧就唔係話好龐大。咁加上因為咧一入院咧，特別你耐咗啲姐姐咧，關於要鬥智鬥力啊，同埋一啲情緒行為嘅管理咧，特別係遇到啲病啊，或者姐姐個表現上咧係比較僱主咧需要鬥智鬥力嘅話咧，咁我哋公司咧就呢個係我應該要做，所以我公司點解叫管理僱傭公司咧，就係幫客戶去處理同管理。咁所以我夜晚都係嘅。咁我公司啲同事就1至5啦，好似就會係但係夜晚過咗5點就由我 Jenny 負責，特別係屋企嘅，就算我去旅行，我都會係好緊張地去陪啲客戶咧去處理。我覺得有時我哋大家都係女人，咁變相咗屋企啦，有時先生又好啦，屋企人又好啦，你未必能夠可以好完全地分擔嗰個感受啊。咁但係我就係中意做呢個角色，就希望，所以我睇到呢封信我好感動。我收到呢封信，尤其是而家香港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啦，咁我哋公司唔會因為公司嘅經濟環境生意少咗咧，而去幫啲姐姐去轉工，就叫走去跳槽，或者佢完約問下佢有冇興趣轉換新環境呢樣嘢，所以我公司一定做得海外咧就唔可以做現成嘅，所以我好堅持呢樣嘢，就算疫情嗰陣時都係喺香港幫佢哋轉嚟轉去咧，唔係一個好嘅，對我嚟講唔係一個最好嘅處理方法，係啦。咁啊，解決問題一定要去跟住繼續大家一齊相處落去。咁呢封信就好，我好開心，佢就我哋幫忙，因為我哋要開群組幫佢處理領事館啦，所以佢話有關工人入院到離港嘅事宜，感謝 Jenny 幫忙聯絡領事館工人嘅家人。同埋我一查詢嘅問題同埋解答，係啦，因為我所有嘅解答同查詢咧都必須會錄音嘅，即係預咗佢哋會錄音，同埋文字上亦都要好小心點樣去講，所以好多時咧就我會去介入喺個群組裏邊加埋領事館嘅人落去。係啦，同埋佢啲家人，避免咧人傳人嘅説話，就算翻到菲律賓都好啦，人傳人。咁有時啲嘢咧就將嗰件事變質咗啦，發酵咗。因為你翻到過去 touch wood，如果姐姐有啲咩事過咗身或者乜嘢，佢其他家人就可能聽到另一啲唔係嗰個版本嘅歪曲咗，或者其實唔係咁嘅。咁因為佢哋想去同政府苛索啲錢，可能佢就會到時申請勞工部 POE， 跟住嚟到香港申請司法覆核，最後無啦啦就上咗個庭嘅。咁就算我哋打贏咗官司，但係我哋變相咗到律師費啊、精神啊，所以對於我嚟講，我呢姐姐同僱主嘅之間嘅問題，我就係好重視嘅，特別喺解僱上嚇。同埋處理佢哋唔舒服，因為呢個姐姐已經係6-7年㗎啦，咁所以咧個客戶都係好好嘅，係啦，即係咁佢都好特別，即係你話計薪金啊、計機票啊，咁好多僱傭公司都會其實都應該要做嘅，就算6-7年都好，咁基本嚟嘅，咁我都好多謝佢好貼心。因為佢哋凌晨上機，咁我都夜晚咧都會11點啊、12點啊，或者凌晨嗰陣時都會睇下佢哋嘅情況啊，咁再作處理嘅。咁加上啦，所有姐姐如果離職，佢哋本身有財務嘛，咁我哋都會去通知領事館、入境處，再CC埋俾客，仲通知埋嗰啲財務銀行啦，就話姐姐已經離咗職啦，我哋會處理呢啲事情。咁
個客亦都好感恩，係咯，即係我自己本身都好感恩遇到一啲感恩嘅客戶，係啦，唔老土嘅，係啦，劉小姐，係如果你睇到我呢個 video，我睇到你呢封信，我會開心過你再嚟我度請工人咯，係啦，呢封嘢就係我入行20年裏邊一個非常之有嘅動力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